大家好，我係 Tansy。咁今日呢，我就同大家一齊拆呢一盒32代嘅 Bearbrick。事不宜遲啦，我哋開始啦。因為上網見到啲圖，我每一隻都好想要，所以索性成盒買返嚟拆啦。一盒裡面有24隻嘅，希望我會抽到正嘢啦。咁我會由呢邊開始拆起嘅。唔知第一隻會中咩呢？第一隻抽到嘅係 Animal， 佢係刀劍亂舞裡面嗰隻狐狸。其實我唔係好識呢套卡通片。第二隻係 Basic 嚟嘅，其實我覺得今代都幾靚啦。佢個字母係印喺背面嘅，我呢一隻係 R 字嚟嘅。咩嚟嘅呢？係 Joker， 你睇下佢隻手上面印咗個嘴唇印嘅。我覺得呢隻都印得幾靚，起碼佢冇真人咁恐怖。之後嗰隻係 Artist 阿童木，你睇下佢個樣呢係哨牙嘅。有隱藏版未啊？又係刀劍亂舞啊！喂，正啊呢隻！噔噔噔噔，係15週年隱藏版，仲唔俾我中到你？Joker 同之前嗰行呢同一個位添。阿童木又係同之前同一個位擺咯。Pattern 係好女仔嘅花。我中多幾隻都冇乜所謂。開到隱藏版啊！呢個呢就係茶水博士，我幾中意佢呢隻咯，因為佢個樣呢好得意。你覺唔覺得佢個頭有啲似人哋婚紗嗰頂頭紗？又係 Joker。呢隻呢係山椒魚，喂，佢背面呢有個樣添啊，好得意，我覺得佢個樣。又係 pattern， 同上一行呢嗰個位置都係一樣。係咩嚟嘅呢？隱藏版。一拳超人嘅徒弟啊！呢隻係有戴耳環㗎佢。中 Elmo 都幾好啊！佢個身上面印咗啲毛㗎。呢隻係 Basic， 今次呢就係個 E 字啦。又係 basic。
不過呢係字都比較好。隱藏版嘅 cookie， 我都幾鍾意呢隻。上網呢，見到人將佢扮 cos， 都幾似。係國旗嚟嘅呢隻，呢隻係新加坡。又係 basic， 又係個 E 字。呢一隻係 SF 未來戰士，佢成隻都係銀色㗎。跟住呢，就到 J 呢邊啊，我覺得呢隻成隻彩色唔同色呢，好夢幻。一拳超人嚟啦！最後一隻呢都係 basic， 不過係 C 字都好啊。其實我覺得我呢一盒都算幾平均，有4隻隱藏版啦，其他嘅我差一隻 artist 就儲齊晒全套啦。Hello，拜拜啦！我哋下次再見啦。